要来讲大学生做兵的问题。教育部配合着义务役延长为1年，推出着3+1的方案，要让大学生伫3年内读完着这个大学，用1年的时间来做兵。也毋过，真侪学生认为安尼伤忝咯。教育部强调讲，政府提供这个政策是要让役男有更较侪选择，并毋是强制适用。若国防部针对这个政策无评论，讲制度主要是由教育部来规划，国防部会配合来执行。义务役期恢复到1年，教育部针对大学生提出3+1的方案，4年大学生涯，3年读册，1年做兵。也不即马，国民党积极讲是要让少年人提早上战场。这4年的规定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对教育部长来讲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爱怎么改都可以改的话，你就干脆全部开放算了嘛。你可以1年念完，你很厉害，1年就可以念完，就把1年念完啊。任何让民众各界有疑虑的政策，毫贸然的推出，我想这不是大家所乐见的。3+1的方案引起蓝营的炮火，行政院强调讲，政府提供政策是要让役男伊做兵有更较侪选择。资深的媒体人黄伟涵嘛支持，有理想要较早读完大学的人，不过真的大学生敢讲安尼伤忝啊。花3年念完原本4年的书，有点太辛苦了。我自己念4年都快要念不完了。但是那1年如果去当兵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实习，他就可能跟未来职场的接轨就会有一个落差。假期就是拿来给学生放松的，然后变成又要拿来学东西。依照教育部公布的实施办法，后来爱放宽每学期最高学分的限制，超小学分袂当收钱，放宽暑期开课的条件，人若无够嘛爱开课。教育部嘛将提供大学的专案的补助，公立学生6万块，私立12万，以及暑修学分费的查验。完全都是由学生评估之后，做了这个选择，我们采取支持的措施。本身我们对这件政策没有别的评论，制度主要是由教育部来做规划，国防部会配合，也尊重相关部会的规划来共同执行。3+1的政策拍算9月份就要实施，要安切割主战场甲守备部队的任务。这个政策要安怎实施？恐惊相关单位都要赶紧对这役男讲个清楚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